細單位爆改 loft 小複式，一房變兩房，空間利用率超爆。一齊睇埋我嚟話，你知幾錢啊？客廳用咗 loft 複式設計，將上層挑高空間變成一個額外睡房，做到上層休息，下層娛樂。搭配落地窗，保障通風同採光，打造溫馨小家氛圍。採用爬梯上落，預留空調位做 U 型儲物櫃，提供充足嘅私人收納需求。下層空間設計咗 L 型電視櫃，增加日常收納位架，同時為上層睡房增加支撐力，夠晒安全穩陣啦。剩餘客廳位搭配鞋櫃同餐邊櫃，轉角位做開放式櫥櫃。跟住嚟睇主人房，5尺油壓床提供超大私隱收納位，床尾展示櫃擺埋公仔玩具，側邊就係書台書櫃一體式設計，方便日常辦公梳妝。上層書櫃錯落搭配，增加層次。剩餘空位做趟門衣櫃同到頂櫃。而家揾我哋定製家私，幫你免費報價、免費設計，發嚟私信我哋了解下啦。細單位私樓 loft 神級改造，一房一廳秒變兩房。一齊睇埋我嚟話，你知幾錢啊？客廳用咗 loft 複式設計，將上層挑高空間變成一個額外睡房，做到上層休息，下層娛樂。搭配落地窗，保障通風同採光，打造溫馨小家氛圍。採用爬梯上落，預留空調位做 U 型儲物櫃，提供充足嘅私人收納需求。下層空間設計咗 L 型電視櫃，增加日常收納位架，同時為上層睡房增加支撐力，夠晒安全穩陣啦。剩餘客廳位搭配鞋櫃同餐邊櫃，轉角位做開放式櫥櫃。跟住嚟睇主人房，5尺油壓床提供超大私隱收納位，床尾展示櫃擺埋公仔玩具，側邊就係書台書櫃一體式設計，方便日常辦公梳妝。上層書櫃錯落搭配，增加層次。剩餘空位做趟門衣櫃同到頂櫃。而家揾我哋定製家私，幫你免費報價、免費設計，發嚟私信我哋了解下啦。細單位打造酒店家居質感，一房變兩房，空間大釋放。一齊睇埋我嚟話，你知幾錢啊？客廳用咗 loft 複式設計，將上層挑高空間變成一個額外睡房，做到上層休息，下層娛樂。搭配落地窗，保障通風同採光，打造溫馨小家氛圍。採用爬梯上落，預留空調位做 U 型儲物櫃，提供充足嘅私人收納需求。下層空間設計咗 L 型電視櫃，增加日常收納位架，同時為上層睡房增加支撐力，夠晒安全穩陣啦。剩餘客廳位搭配鞋櫃同餐邊櫃，轉角位做開放式櫥櫃。跟住嚟睇主人房，5尺油壓床提供超大私隱收納位，床尾展示櫃擺埋公仔玩具，側邊就係書台書櫃一體式設計，方便日常辦公梳妝。上層書櫃錯落搭配，增加層次。剩餘空位做趟門衣櫃同到頂櫃。而家揾我哋定製家私，幫你免費報價、免費設計，發嚟私信我哋了解下啦。